港鐵紅磡站喺今日進行路軌更換工程，乘客若果途經紅磡站，要到對面月台轉車。本班列車以紅磡為尾站。港鐵喺今日進行路軌改道工程，屯馬線列車需要分段行駛，往烏溪沙同埋屯門嘅列車需要以紅磡為終點站。即係乘客如果係由何文田上車，想去尖東嘅話，需要喺紅磡站落車，並步行至對面月台上車。乘客請到3號月台候車，往屯門嘅乘客請到3。港鐵加派人手舉起指示牌及協助乘客。乘客資訊顯示評及報站機終點站目的地亦被設置為紅磡。港鐵指上晝客量同平時星期日差唔多，運作大致暢順，強調一直有從唔同嘅渠道通知乘客。我哋透過好多嘅渠道咧去發放呢個資訊啦。咁譬如我哋有新聞發布啦，有社交媒體啦，有 MTR Mobile 啦，我哋嘅公司網頁啦，同埋有車站嘅大型嘅告示啦，同埋有廣播嘅，咁啊提醒翻今日我哋嘅特別服務安排嘅。咁我哋都明白咧，有啲乘客係今日搭車先知道我哋今日個特別嘅服務安排啦。咁所以我哋都會繼續係會作出廣播，同埋會有職員咧係提醒翻乘客嘅。咁都多謝大家嘅體諒啦，我哋會繼續密切留意我哋嘅情況。港鐵話車程會延長4至5分鐘。港鐵喺凌晨開始進行路軌改道工程，包括走線、斜道、機電設備等等。另外喺3月8號亦會再進行工程，到時乘客亦都需要喺紅磡站轉車。唐氏新聞台記者語音4報導。